过来看台南有家长伫咧学校园游会买一粒会浮伫咧半空中的鸡龟啊，要互囡仔耍。结果回去了，发现破一空，这囡仔可能是用喙去喷风，结果害这内底日素氦气输入去气部，当场是昏去，加在送医了后无生命危险。老爸为学校的园游会买会浮伫空中的气球转来。 囡仔真欢喜，伫客厅耍，其中头壳套即个白色气球的6岁查某囡仔雄雄屁落，家长关底就是伊咧耍，看过才发现伊已经唔知人。去用手去拉气球啊，结果我发现整个气球已经吸住在他脸上了，我就大力把它扯掉。扯掉的时候，发现他的嘴唇全部都是黑色的。 这个查某囡仔喙唇反乌，老爸一直大声甲喊才精神。送病院了后，看出来监视器才发现讲，这个查某囡仔哪像是用喙对鸡龟安尼喷，才会地输输着氦气了后，上手无够抓昏去。他把它粘在脸上吹了，然后可能小孩子不会吹嘛，他吹一口空气，他要吸气再吹嘛，他刚好把里面的氦气吸出来吸进去嘛。 医生讲氦气并无毒性，不过囡仔若输落到地，可能会减少上素的浓度。若严重者会出现呼吸衰竭，唔知影人或者是一直喘。一般我们在空气中氧气浓度是21%，那如果说氦气浓度高的话，它会造成空气中氧气浓度降低。如果降低从21%降低到16% 以下，那就会很危险。 咧卖气球的业者讲，一般若是用氦气的气体来灌，拢是用机器，较少看到因为输着氦气怎分去的。而且嘛要注意鸡龟感受破空，嘛建议家长气体的来源若是无确定，千万唔通买，嘛较袂去买着灌氢气的，因为拄着火较会爆炸。伊若破，你甲灌嘛是破呀，伊嘛是消风啊。伊氦气就是消风啊，它消气很快呢。一般通常像我们有些球就是用吸管去吹。 补习班的化学老师林俊杰解说，氦气是属于较安定的气体，若灌入鸡龟内底，鸡龟会浮伫空中。虽然讲无重大爆炸的危险，不过囡仔若无细致去输着，可能也是有危险性，提醒家长爱随时注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